礼拜啦。很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有卖剩的，卖相比较不好看的，我就可以给它放到冰箱，社工人员下午就会来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而且可以让食物不要浪费的情况之下，然后又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卖相比较不好的，或者是买的过多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分享给其他更需要的单位，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市场管理科的工作同仁会拍照，那通知我们，我们就过来拿。那里面会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呢，拿回去以后，我们就充分的应用这些资源。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30-40位这些关怀据点的这些阿嬷们、阿公们，跟他们讲说，市场的这样子的大家的善心，我们要珍惜洗衣服跟洗彩。那我们好好的去应用这些食材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共享共荣哈，而且是相辅相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想过卖相比较差的农产品，除了厨余桶外，还有什么其他去处吗？为了倡导惜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结合民间机构与市场合作，设立惜食平台。在台南目前已有13处像这样的惜食平台，而在北区的开元市场更有社福机构捐赠像我后方这样的6台大冰箱来储物，提供摊商朋友或是民众能将卖相较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品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摊商所建制的惜食平台，这有很多重的意义。第一个有环保意义，第二个有社会福利意义，第三，有许多让我们看感动的小故事在里面。尤其是慈阳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执行长捐了6台冰箱，那我们总共现在已经建制第13个惜食平台，我们将来陆陆续续在其他的市场会持续建制，因为有一些卖相不佳的或者有小损伤的这些食材都还是可以用，可是消费者不见得愿意花钱买。但是如果透过这个惜食平台，这个冰箱能够把它加以妥善保存，许多慈善团体啦，或者说社福团体，他们可以自行取用，然后拿去做料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资源不浪费，第二个垃圾不增加，第三个需要用的人就可以用到。我们觉得其实这是非常3赢的事情。希望说跟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合作，来建制更多的惜食平台，能够让对环境友善，而且让台南市成为有爱的都市，让更多社会福利能够在台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议员吴玉环上午开真侪时间来关心流浪动物的源头管理、临时使用所甲课征宠物税等议题。对此，市长表示，征收宠物税无适合向乡实施，唔过当修改加重相关的处罚。而对着宠物登记结合户籍的系统表达赞同。因为台南发生真侪件流浪狗加上学生、老人甚至致死的悲剧，所以议员吴玉环上午总质询锁定如何彻底解决台市流浪猫坑，要求市府团队对治本治标上方面来进行，会中买欧美加日本等国家严格法规处罚为例，希望对源头管控，减少宠物主人放杀加放养的机会。要解决流浪犬的问题，应该是要治本还有治标的双管齐下啦。治本是从源头来管制，也就是说从家户饲养管控来做这个着手。治标则是建构暂时性的一个收容所，因为治本政策如果一旦真的推动下去，绝对会掀起一个弃养潮。这个是解决流浪犬问题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个阵痛期，我们市府一定要挺住。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它不再流浪，不再流浪当然希望有人养，或者是有设施有机构可以养。第二个，当然是希望说它不再繁殖，不再繁殖的话，我们要加强那个
结扎的力道，因为不能说一年，我们去年是编了600万嘛，是，那600万不够，后来我又用2倍金再增加200万，那今年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加大力道，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就是说可能结扎了5000只，结果外面又生了1万只，这个东西永远追不上，我们结扎的数量一定要大于它在野外繁殖的数量。台湾进一步表示，欧美国家实施宠物税，让街头看不到流浪猫犬，只是咱国内风土民情也无法度实施，所以建议采用选过制度的宠物登记，将猫犬的资料对主人的户籍搬迁。双轨制把宠物登记的资料，还有户政资料库互相来做一个接通，把宠物当成是家人。宠物登记后就随着主人的户籍跑，这样宠物资料的 ID 跟饲主身份证的 ID 来做这个联动，只要输入民政局的户政系统，就可以查到饲主的户籍，并列入户口普查的项目之一。如何落实源头管理、家犬的宠物登记，嘛加强流浪猫犬的管制，同时活化收容空间。饲料表示，拢将加强经费来改善。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这算议员创专总志顺都要关心城市音乐厅争取进度，甲多功能会展中心以外，嘛以旧地名有人文、地理甲自然生态意涵，却因为能力合并以后改名消失，所以上午即个替地方来请兵，希望恢复。台湾创专以这条为伫关庙特有的地名古洞来替地方请兵，因为根据了解，这个古地名主要是当初原住民的发音，去结合当地气候变化出现旧的状况，富有人文、地理甲自然生态故事。不过，却因为能力合并被迫消失，互地方拢感觉相当可惜。龟洞加田中也是长中内底有乌龟嘛，一个田中龟洞，我们叫做南雄里，因为南雄路比较大，结果就安尼就会了大家都觉得有很多的遗憾，事实上有很多的遗憾，那先选过了，那地方也有共识，地方现在蛮高的共识，希望能够恢复到那以前的地名，这个地名本来是田中龟洞，甚至我们可以考虑叫做田中龟洞里，或是龟洞田中里，然后就水的写说名称一定要2个字，4个字也可以，5个字也可以是，对对。要对于里名的选择跟更动，我们市政府台南市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只要里名他们联署，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超过1半，昨天市政会才通过一个更动。另外，为了监控台南环境空气的品质，进一步了解当地可能的污染源，议员都来要求正式微型监测，嘛希望做一个专属于台南市民会当了解监测地图 App 来积极推行。这个数据是公开透明，那个并不会有恐慌，那只会让我们更了解说，怎么这个地方的监测多了那么多周边是绿油油一片。那就是这里一定有污染源嘛，我们就会赶快发起市民的责任心跟爱心，赶快通报。这只是好，不会有恐慌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那个疑虑可能公部门思考的会比较多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 APP 那个催生，因为如果全国这样加起来大概有可能要接近10000个的这个微感器，这个数据太大，所以环保署他说这样子建立可能会有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会再跟环保署再联系。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先来做的尝试，因为环保局现在自己有做一个垃圾车的 app， 就是说垃圾车的动线等等，这个民众可以随时看说什么时候在你附近，垃圾车什么时候到。那我也想试着说看能不能做连结，但是这个部分确实需要点技术，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当然，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空气品质相对的受影响。所以后微型监测有1400座的分布密度，将是全国上悬，都希望保障市民的健康。至于设立 App， 也希望有属于台南和市民当随时查询了解方便性。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议员郑嘉欣上午总质询除了提出设立动保志工、动保专户等7大诉求来协助改善流浪狗问题，嘛再次替老人免健保费议案来发声，希望市长先以70岁以上免健保费来评估实施的可行。虽然65岁以上老人享有免费健保，伫选举期间参加，甚至是在野党以6都为宜，只有台南无作为公家目标。不过，议员郑嘉欣表示，到目前为止，伊4月走摊就拄到老人同款热烈欢迎，让伊相当无奈。所以总质询再次向市长建言，希望以70岁以上为标准，先求有，然后等待经费充足，搁再一步一步调降到65岁。如果我们逐年要来补助65岁以上，我们是否可能要花上将近27亿，对吧，市长？这是一个很大的经费，这个我都可以了解。而且这个健保费将来要往上调整。对，那我希望说，那我们就可不可以先求有？我有提案在那个9月多10月的时候有提一个案，也很多议员给我支持，一起联署的也有，还有一起提案的都有。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先争取补足这个70岁以上？因为我知道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只补这个中低收，还有中低收以上的这些还有这个身心障碍者嘛，没错嘛，市长。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来争取70岁以上免这个健保费的可能性？对此，市长以财政考量爱负起历史责任，唔通互台南建设因此大幅度落后作为理由，无具体答应。不过最后嘛愿意以70岁以上的老人先建议规划看卖。这个钱也不是花我的钱，如果我能够花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政绩、做自己的民调，我何乐而不为？但是我们对历史都有责任啊。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先来研议？至少我们可以来规划，可以吗？我们来规划看看，好看有什么机会。好，谢谢市长。目前各县市拢咧争取中央来补助兴建运动中心甲场馆的设施，所以总质询当中，议员嘛争取南关线设立国民运动中心，初步选择伫桂林甲林德区的地点。议员除了建议设立室内运动场，同时嘛希望增设儿小甲女性专区来发展无同的特色。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109年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护理系加冠团光典礼，28号以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来团光方式，向前新传南丁格尔护理精神，过程庄严隆重。历今年接受加冠的学生总共305位，其中查甫学生占了48位。穿着实习好的学生，一个一个行到台顶，接受老师的加冠。刷落来就是接力传光的方式，将手中的蜡烛点起来。这是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护理系的学生所举办的加冠传光典礼，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最后也由着2位学生带领其他的学生来宣誓，向前要传承南丁格尔的精神。我们中华医大已经52年哈，那护理系是创校的科系，所以也52年。那我们学校现在有2066位护理系的学生，那今天加冠有305位学生加冠。我们取喜这些，刚刚有传光典礼哈，就把光线蜡烛传下去。我们期待他们真的点燃热情，护理的热情，然后也把医护的光明照亮到医院去然后在他们各个岗位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会中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董事长也亲自出席祝福学生，同时勉励因爱好好学习台语，甚至让学生回答医疗相关的台语，并颁发一个小红包给因。曾经我在医院里面看到我们的实习同学不要讲台语人甲阿公讲，阿公，我给你量血压，阿公要创啥？我给你量血压，要创啥？伊听无，伊唔知影你讲啥所以呢，你们在职场里面总是会希望你们能够多学一点点台语，而且要听得懂。你听得懂，哪里说得出来？无形中呢，
你跟病患的距离，或是跟病患的家属这个关系，就会建立得很好。今年的典礼原本有计伫5月份的时阵举办，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改到现在。这届接受嘉冠的学生有305位，因也将要照着因伫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到各个医疗场所实施甲就业，互病人上专业大心的照顾。但新闻郭武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民国74年成立的天下大饭店，伫经过35档以后，改名做天下南屿 Hotel， 并且全面翻修，都将大房改了更较温馨，嘛将级别性的圆顶西餐厅大改，呈现出复古豪华的风格。而顶礼拜正式营运以后，已经成为迄项打卡的新地标。天下大饭店一定西餐厅是台南市历史上悠久的西餐厅，经有着真侪人的青春回忆。天下饭店能够秉持着最古老、最历史悠久的西餐厅，能够持续再经营下去，把业务带动的蒸蒸日上。其实现在想要来吃是一味难求所以也希望说未来大家能够有机会多多来我们原理西餐厅尝试那我想也看到现场很多会员朋友，也是所有的会员朋友一路的支持我们的原理西餐厅才可以走到这边。它现在改这样子那个空间变很大，比之前的空间比较狭小，然后这边现在变很大，然后菜色又有更改，非常棒，我们一定会继续再来。饭店伫今年开始进行整修，除了延续一定西餐厅的特色，并赋予新气象，融入新旧的风格。规划坐经4人到20人的用餐包厢，将老店注入新的灵魂。这一次的装修我们的理念是希望能够复旧如旧。除了说在旧的元素有我们包含业界先进还有各位前辈所累积下来的时间资产以及那个智慧之外，我们同时也加入新一代的思维，所以在我们的装修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些黄铜的灯具啦，有一些摩斯这的元素，还有藤编等等的，是我们这次跟我们目前最红的本市空间制作所一起合力构思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希望说，35年的餐厅在重新装修之后，不要变成一间全新的餐厅，能够呈现是一个新旧融合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不仅能够吸引到新客人的到来，同时也能够留住我们的老客人，让长期支持我们的会员朋友能够也一样的喜欢。伫餐点上，除了保留真侪老招牌餐点，另外嘛增加3道新菜，提供给消费者做选择。是美国带骨牛腰脊的部位，那这块肉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在于它一块，这个部位它可以吃到2个部分的牛肉，一边的话是刚介绍口感最软嫩的菲力，那另外一边的话是带有一点嚼劲、一些筋膜的纽约客。正煎鸭胸与烤芦笋，鸭胸的部分是选用宜兰3星的樱桃鸭。那我们会先经由煎的方式将表皮煎到酥脆，肉质的部分会保留粉红色的状态，那就是希望它可以留有鸭胸的鲜嫩程度。经过35档的岁月，饭店改名为天下南屿 Hotel， 全新改装再出发，就是希望会当造予消费者更加好的消费体验。但不变的是，就是迄份服务大众的热情甲初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随着网络科技发达，资讯的处理愈来愈方便，不过相对错误的消息更容易无经过查证的传播出去。所以中嘉集团办理媒体素养的课程，持续前往各社区甲民众宣导。伫第3场活动来到文南里活动中心，去未少长辈到场学习。
在用 Line 的举手，有在耍 Line， 有在耍脸书、Facebook 的举手。吼，你甲我讲紧来分享互你边仔的人，敢有收过这款讯息？科技发达，通讯以及交友软体的普及，各种讯息传播也越来越快。但民众有没有想过，你所转发的讯息是否是假消息或者是假新闻呢？为了让民众对于媒体识读有更深的了解，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规划多场媒体识读社区宣导课程，26日来到南区文南里活动中心举办。透过讲师活泼有趣的分享，让社区长辈了解如何辨识假消息。我有想过讲，这个代志是真的还是假？一定会写讲啥物医生讲啥物话，可能是真的，不过等下要来甲大家安怎判断吼。所以咧，咱媒体识读主要就是讲吼，要甲你教讲，你要安怎去判断，要安怎去思考，唔通吼，戆戆啊跳啊，看咧走啦。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啦。这个，因为如果照这样去做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错误的那个辨别了。我会先求证，然后判断内容，是不是有符合迄个现实，有迄个合理性啦，搁看伊这个发布的作者还是来源有迄个公正性。这真正有需要啦，无阮实在有当时唔知影，你会甲开，嘿，所以你这个节目讲过，真正是需要啦，阮有需要这。看到李明用功写着笔记，努力吸收媒体识读课程的内容，也让文南里长陈清泉相当感谢中嘉集团的用心规划。因为中嘉呢，大家呢，因为外口呢，咧卖药啦，咧卖什么一款物件哦，真济，一寡中嘉呢，一寡钱大家是拢去用骗了你，所以呢，咱就是非常感谢双子星3冠网来遮做一寡这个真的新闻、假的新闻的分别。所以阮中嘉大家足欢喜，所以感谢咱有线电视台甲咱合作。26日在文南里登场的课程是双子星3冠网所举办的第3场媒体识读活动，第4场课程分享也将在安平区建平里举办。欢迎对媒体识读课程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到场参加。终结假消息，人人有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挽喙齿以后，袂少人会做传统的假喙齿，其实是正喙齿来中建。不过健康的喙齿，因为挽了欠缺喙齿花韧带支撑，加上骨头流失以后，容易造成中建的困难。所以先建议伫挽喙齿的同时，一并进行喙齿槽的保存手术，甚至后续做假喙齿来拍好地基。根据研究显示，健康的喙齿伫挽除了后，因为欠缺牙周韧带支撑，挽喙齿部位的骨头会塌陷流失，造成后续假喙齿疗程的困难度。奇美医学中心气科部主治医生蔡正洲建议，会当伫挽喙齿的时阵，就一并进行齿槽级保存术，会当减少后续骨头流失的状况。当我们的牙齿拔掉之后，其实我们的齿槽期，也就是我们的齿槽骨，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流失、损失的一些状况。那当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就会对于后续病人假设想要制作一些假，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困难。比如说在美观的问题，可能牙齿就会变得比较长一点点。那以及像是可能假设后续需要做一些植牙的一些制作，如果今天骨头流失的状况太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之后要做植牙的时候也比较难以去做进行。因为植牙部分其实底下的骨头的条件其实是很重要的。蔡医师另外提醒，中建齿槽级只是整体治疗其中一环，还是需要甲医生讨论适合家己的治疗计划，同时要配合病院的治疗甲定期追踪，才会当互口腔的健康长长久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以上就是在位28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